行政院版本的国防特别条例要并案审查来复位，不过这民众党团的版本甲经费抬价4000亿，那赢的版本敢若针对美国对台军售。蒋万安提出的要件政策减少上班1点钟，有民间团体呼吁讲配套爱10层，可袂引起工作纠纷，也有当税怨毒。备战经典赛，台湾队今仔日明仔载要和日本职棒两银鹰，也有火腿队进行交流赛。那邱青龙因为手脚问题，确定退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6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的国军要强化因的战力，行政院颁布的1.25条国防特别条例，行政院的在野党团的立法院的在野党团同意复位，后礼拜会和民众党的版本并案审查。不过，这民众党的版本呢，甲预算抬价剩4000亿，国民党团的版本也传出讲呢，敢若会变3500亿，主要是针对去年底美国对台8项军售无列入去国作的部分，也引起正人的关注。国防部一日发布查到强机30架，强弹6架出现，其中12架军机超过台湾海峡中线甲延伸线，进入咱北部、中部甲西南空域，有2粒中强的空飘气球出现。国军拢严厉应对。另外，立法院在野同意将正义版的国防特别条例复位，甲民众党版本并案审查，那也也对咧做。传出国民党版本出来，3版本比起来，正义版本规划1.25条预算，内容有精准火炮、远程打击飞弹、反空反增加飞弹、AI 辅助架、C5ISR 等7类的武器加上无人载具。民众党版本编列4000亿，列出6种泰国航母，包含海马斯多功火箭飞弹系统、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国民党版本编列3500亿，聚焦去年底美国对台8项军售。好，那我想党中央跟党团都会保持密切的沟通。要买台湾最需要防卫台湾的武器，所以这些只要开始可以进行讨论，我想国防部跟相关的单位一定会提出最详细、最尽责的说明。国民党版本的国防特别条例传出，敢若同意军务部特别组织部分，也要求旅游时间甲维护责任请求契约，确保国军应如期得到装备。那国民党和民众党准备要 offer 他们的 version， 他们的 version 的 process 是什么？是什么 basis？ 用什么来决定这个是需要的，这个是不需要的？我们有了海马式，也有 M1 战车，但是从海马式到 M1 战车中间会有火力的间隙，这个部分其实就有可能会是 M109它所能发挥的一个空间。M109A7主导炮在内3大军购和发技师会伫3月到期面临破弱风险。学者强调 ，M109A7是新世代火炮，有快速闪移电地优势，是国军台湾部队前战的关键武器。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立委李正秀有相当国籍的政绩，行政院长杜永泰今日正式向各部会下令，讲李正秀的国籍问题和立委资格确认进程呢，拢袂当提供予伊任何资料。李正秀是无要回应。那郭文哲是批评杜永泰，那准讲呢，伊来甲讲明，讲这中国配偶是外国人，就算摕到台湾身份证，也无参政权，就会予李正秀落台。那么在该名合法资格没有确认之前，我们要求各部会一律不提供任何资料，不止机密资料，任何资料。行政院长杜永泰正式下令，要求各部会在民众党立委李正秀国籍的问题和立委的资格确认进程，禁止提供伊任何资料。杜永泰敢会接受李正秀的质询？行政院嘛表明态度。因为李女士她的户籍跟国籍的争议还没有办法厘清，那院长是否会接受她的质询？我想院长称呼她为李女士，这个部分也已经很清楚了，答案应该很清楚。杜永泰嘛，请中选会照着委会和内政部提供的内容，做必要的行政作业审慎来处理。对这中选会表示讲，若是有当选无效的情形，会甲相关事情提出到委员会议来讨论。陆委会指出讲，3月会找相关单位开会，研议精进参选资格的查核机制。如果你怀疑某个人的警察身份，那你会接受他的讯问，还是让他进来搜索吗？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李珍秀女士的这个适格性这个疑虑一直没有消除所以政府各个部门未来都会
用同样的态度。对行政院小人刷的动作，李正秀是无做任何回应。民众党团是大骂导演台顶官员唔捌宪法和两化人民关系条例，比作现代的赵高集团。尤其当初提名李正秀做不分区立委的民众党前主席郭文铁是火力全开。今天你要是讲说陆配是外国人，陆配即使在台湾拿到身份证，他也没有参政权，你敢明着讲，我们就让李正秀下来。不要把国家的时间浪费在搞这种事情上面。我们还是按照国籍法的规定，然后来认定，如果有双重国籍的一个状况的话，那我们当然在从政的部分，我们就会采取比较严格的解释。但立委敢要解释是爱互立法院决定。根据了解，立法院长韩国瑜有可能会针对这件代志调集调野协商，来进行续落来的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前消防署长黄贵敏呢，去用指控讲，伊利用任内有各落项的采购案，甲人讨债乌西钱超过2000万。原本二审判决应该要合并执行12年的徒刑，最高法院今仔日就针对着这收人钱、洗钱道理，总共7项罪驳回伊上诉，确定讲这刑期加起来要关55年8个月。台北地检署2012年的时阵，侦办黄贵敏涉嫌贪污案件收押了后，连续发动6届敲催，发现讲伊甲这个乌西钱呢汇到境外，佮多利厂商代表公司2亿换这出国招待，检方依照贪污罪起诉，而且求处无期徒刑。专案官司到单已经拍了到14年了，最高法院呢在今仔日驳回上诉确定。来看中华有某一间国中传出一个教练涉嫌对学生性骚扰、霸凌，还佫体罚。不过，这性骚扰的案件还佫伫咧新复，学校竟然拍算讲，让这个教练回来教学生囡仔，或者受害学生是真惊吓。家长就出来指控学校一寡함果的决定。那中华县的教育处是回应讲，伫咧法定程序还未完成进行，先暂停教练复职。中华这间国中的武术教练，去年互一个女学生指控涉嫌性骚扰、霸凌甲体罚，性骚扰案件都还未结案就传出，这个教练这学期有可能要回来学校复职。这个女学生的家长无法度接受。他很崩溃，回家他就是一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就不敢上课，完全不敢去学校。然后我们也很担心，说他会不会又像之前一样又要做傻事。这个女学生指控教练叫伊甲我跳，对伊进行无适当体罚，佮害大家做伙处罚，互这个女学生承受真大压力。另外，也有真侪解不动摸女学生的身躯，涉嫌性骚扰。学生囡仔提出申诉了后，所有人踢出来团队群组，致使身心受伤。最近佫收到消息，学校要让这个教练回来学校教课。人本教育基金会质疑学校过程有疏失。性平第一次调查不成立。那因为我们觉得学校的调查机制不是很公平，所以我们直接跟县府做申复。小组会议它只能澄清，它没有申复机制，所以我们也要准备澄清。人本讲对这个教练的性平案件，目前已经提起申复，霸凌甲体罚也提起真情。不过，这个教练的家属代表表示，两件案件为去年7月开始，经过学校外聘委员调查，结果拢无成立，甲大刷也无法度复职，教师的权益嘛是无互人重视。因为现在调查报告都出来了，他们还继续在申诉嘛，所以就是等待最后的调查结果看怎么样。我相信一定会还教练清白。届时召开申复审议小组会议，与申复委员确认本案申复审议决定书是完成程序后再做适当处置。中华县教育处表示，伫完成所有法定程序进程，会依照性别平等教育法规定，采取必要的处理，通保障学生囡仔的受教权甲人身安全。记者采访报道。南投埔里一搭林宝树的林万地，过年前一天发生火灾，到当时也未拍花。这烧的总面积大约有40公顷遐大，火势也佫无法度控制。林宝树结合着军方也佫空勤直升机做回来救灾。会佫再倒起来，主要是因为最近拢无落雨，加上风正透，才佫再倒起来。陆军特项部直升机飞瓦过来，瓦棍气流无稳定的火场顶头倒水拍火。南投县埔里镇观音瀑布附近的林业保育署112林班地，过年时阵发生森林大火，本来火已经控制，不过离时火佫倒起来。哇，风太大喽！王伟要撤喽！撤了！我来了。
这么炭烧的总面积差不多40公顷。林保署出动60个人，24点真久拍火，已经开出一条2559公尺的防火线，也请军方加空军总队总共出动214台次的直升机对空中拍火。林保署讲，这个所在是占跨桥混合林，涂骹的凹土层至少有30公分高，地面的火拍发了，下骹也是有300-400度，而且最近无落雨，风过透，火才会多起来。即便地表火是已经灭掉了，那个腐殖层的温度都还有300-400度，那再加上这边的地形风鼓风上去，加上高温，就向上延烧。其实我们在埔里的侦测点并没有侦测到明显有空气污染异常的部分了，所以我还不会启动这个应变机制，但我会持续追踪。那只要有减少出门或戴口罩，我们会在官方网站跟脸书都会马上提醒大家。南投县环保局讲，森林火灾的所在，拿玻璃镇中心也搁离一段距离，这个监测站也未发现 PM2.5所在异常，所来会继续追踪。林保署已经加派5组拍部队，对火场的山陵线顶头向下骹喷水降温，希望赶紧把火拍花。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这条新闻，唔知你感受敢有合理咧？这关公署公布114年呢，旅宿业调查，所有合法旅宿大房的人次是8209万人，平疫情进程搁较悬。若边境房价部分认真足听，一暗是2900外块，若面上边境的价销是2400外块。不过实际去问旅客，有人讲从来唔捌看过这款的价销，认为政府统计和民众的感受差伤济啊。伫山林内窗仔外青冷冷整修了后的阿里山宾馆，3月花季开始了后的拜六，官网的介绍显示，山外全山景双人房专案介绍是2万9，上顶级的套房介绍4万外。不过优势的地理位置加特别的景观，也是订单真济。日本时段空房敢若剩个位数。如果经济允许的话，我也想要去住住看，因为环境跟历史人文不是用价钱能衡量的。因为如果以那样的价格，如果去日本啊，或者是说去韩国之类的，那我应该会更多的享受。关公署公布114年国内旅宿业大客调查，大宿人次8209万人次，热度已经超过疫情前。旅馆加民宿的平均价拢较免3000。关公署讲，将近8成的房价比平均水准较俗，显示大宿价销分布多元，消费者会当照预算甲需求来选。114年旅馆业含观光旅馆及一般旅馆的平均房价为2984元，整体增加幅度相较前期趋于平稳。有些价格我甚至觉得已经高于到我去日本旅行的那一个房价，大概2到3倍有。我懂环保议题非常重要，但是大家出门就会突然这个忘记带了，去了之后还要再额外花钱，就会觉得感受度有点不好。有旅客分享，一般1月假期去南部佚佗，第2车站行路差不多10分钟的商务旅馆，无早顿嘛要用一届备品，价销都要3000。或者讲旅客要伊除了价销，有价值，一加真特别的体验，更加是关键。不管是国旅或者是国际观光客，他们对于这个我们讲的情绪价值，或者是不管是 CP 值或 VP 值，就是我们讲的价格价值，都会非常要求。或者讲，一般人敢若会当伫假期出外佚佗，会地区对关价更较有感觉。若是有更较侪国际旅客来台湾填补平常时的住宿，安尼大月甲平常时的价销都会当有劲。不过这2年来台湾的旅客无亲像较早较侪，敢若疫情前的7成，这嘛是互国内旅游大月价销一直真悬的原因。记者采访报道。咱来关心天气，明仔载开始是连续3天的连假，天气无介稳定。气象署也讲呢，受到锋面还有东北季风影响，连假3天各地头拢可能落雨，天气也较凉冷挂，尤其是拜六，全台湾落雨几率是真悬，雨也会落真久。未来3天呢，这中南部虽然高温有27度到30度，不过早暗也是较凉的。春天的天气变化较大，气象署讲对2日暗开始要变天啊，受到锋面甲东北季风影响，伫市透早就会开始落雨，尤其北部甲中部雨会落较大。到3月初1，加上华南分雨区向东平线，3月初2阁有一波新的锋面外境，所以到3月初4进前拢会是寒冷的天气。2号之后呢，又会有一波锋面加东北季风影响，在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还是一样是容易下雨的，而且在这一波锋面的影响当下呢，其实整个北台湾都是属于比较容易下雨的，降雨的时间也会比较长哦。
那到了3月3号到3月4号，受到华南雨区整个西半部地区还是蛮容易下雨的，特别要提醒，在中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出现哦。另外，温度的部分，气象署表示，28连假降温较明显的地区出现伫北部，其他的地区也是较温暖的天气。到3月初1会小可回温，不过3月初3有新的东北季风路南，到时北部的温度佫会下降。3月3号下一波东北季风南下，北台湾温度才会有比较明显的下降哦。所以说总结来说，未来1周的话呢，主要温度变化比较大的地方还是以北台湾为主，中南部还有比较偏向是花莲、台东地区的话，都还是属于比较舒适的一个天气状况。气象署表示，接落来这礼拜拢较会落雨，提醒民众出门就要会记哩炸雨伞。啊，若有要去海边啊，要注意，影会较大，风会较透。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后礼拜二就是元宵节，台东的炸邯郸夜是台东县的无形文化资产。今早起呢，有7位邯郸夜轮流予跑仔帮宣布，今年台东元宵活动拜六正式开始。这位伴做肉身邯郸夜的民众，规身躯只敢若穿一件红底裤，徛伫咧桥顶，说台东市南京路文化广场接受四面八方传来跑仔。传讲跑仔愈多，运势愈好，逐年拢见真侪民众甲游客做伙来参加。后礼拜二就是元宵节，台东市公所加强放邯郸夜的现舞堂，二人做伙宣布，台东的元宵民俗活动即礼拜六开始。主要活动是3月初3、初42天炸邯郸甲庙会绕境。后礼拜六上尾天是烟火暗会，代表我们台东，等于是算一个标志。我们还有我们的一些重头戏，比如说我们邀请的一些我们的台语的创作歌手，还有我们的台语天后，都即将莅临我们的元宵晚会的会场。今年会有30几场炮炸邯郸夜，伫咧固定的地点举行，但是有特别2场是用绕境四轨方式炸邯郸，分别伫正气路甲中华路封路管制，沿路放炮啊，过路人爱注意。然后我们再要求，我们在炸的过程中，那个鞭炮声不能断掉。台东伫咧元宵炸邯郸的民俗活动已经超过70档。19年前，政府登录正式台东县无形文化资产，不过一直争取袂到列做全国无形文化资产。官府希望中央会能够重新评估审查。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唔输店来看元宵的台南有咸水蜂仔炮，今年唔那炮声的数量平英过加一成，也有外国学生来体验。另外，人讲呢，这头班仓会当嫁好翁，鹿里门天后宫今年也准备280仓仔，要互大家来头班。炮城内底蜂仔炮已经插好势，红列做世界3大民俗庆典之一的咸水蜂炮，3月初2要登场。咸水街路这阵已经有那过年的气氛，那今年因为拄着年假，炮城数量比往年加一成，规模更较大，嘛结合多元文化活动。庙方今年嘛特别邀请侪国家的交换学生，做伙来体验蜂炮的文化，就希望大家透过愈炸愈旺的象征来求平安顺遂。我们盐水人的大家的盛事，年轻人越来越多在参与这个活动。国外的国家同学就要来体验参加体验营因为带国家的国旗来参与呢。元宵唔放蜂仔炮尔，即阵讲趁这个机会，袂当来求姻缘，因为俗间讲咧头班仓会当嫁好翁，未结婚的这个查囡仔来，袂当来遮提仓啊，回去。台南鹿里门天后宫才有头班仓嫁好翁的风俗，今年庙方传200束的仓仔，要予独身的女性通伫元老头前祈愿。虽然现代真侪少年人对这句俗间无介熟悉，不过庙方嘛是照传统来保存文化。没有听过，第一次听到。第一次听到，会觉得有趣吗？蛮有趣的哦。会可以嫁好翁。好啊。对，但是这有好的吉祥的意涵，恁家想要试看卖安尼？可以，就是它的谐音足够以来拢有这个活动另外有一种是迄个跳菜鼓娶好某这嘛是取自它的谐音这是针对男生的方面对咸水蜂仔炮到鹿里门的传统技法，台湾各地的元宵活动到时拢会闹热滚滚，无同的所在有各种的风俗，这嘛呈现出咱本土多元佮丰富的民俗文化，把看到文化一代传一代的生命力。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在
台北市提出邀请减少工时计划，这劳工的户口爱伫咧台北市上班的公司也爱伫咧台北，企业配合袂当减少薪水，家长听好延后1点钟上班，或者是提早1点钟下班，引起正能的讨论。台北市的产业总工会是提醒讲，要有完整的配套方案，袂当安尼先做来造成工课量分配无平均，或者是引起独身的人起怨度，造成对立。评会接会所，台北市长蒋万安昨晚表示，药理减少工时计划，鼓励企业参加优先药理，3月初1就要开始试办，真多人打电话来起户问。他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在户籍要是在台北市，而且要有12岁以下的小孩子。药理减少工时计划，厝内留12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设置伫台北市上班的公司也登记伫台北市，只要企业无减薪水，或劳工会当晚1点钟上班，或者是提早1点钟下班。每一间事业单位相关补助值班，企业爱家己申请。只要登记在台北市的企业，不限产业都可以申请。希望让上班族的爸妈可以更有育儿弹性。这边台北市政府有算只敢那边550万，不过台北有18万间公司，算起来只敢那会当补助55间。对此，劳动局长王秋东讲，会当动用第2五比金。这么大家也伫咧看讲其他县市是不是会第一做？台南市讲袂，新北市讲爱评估在源，高雄讲爱有配套。育儿的友善环境是一个多元性的一个环境的照顾。那至于所有的项目，我们也要视我们的财源状况，做好整体的评估。蒋市长在财政收支划分法通过之后拿到大笔现金，我相信他后面还有后招，可能还有其他奇奇怪怪的想法。台南市我们还需要审慎评估。对高雄来说，我们的制造业非常的多，那也有非常多的企业是3班制。台北市产业总工会讲，若是无配套方案，究竟会造成无结婚无生囡仔的人工作量会增加，造成办公室对立，也有家长担心会影响考照申请，唔敢申请，看会到吃袂到。目前他可能没有这个亲自接送子女的这样的劳工来讲，他要如何达到跟别的同仁这个比较上面的公平性？我觉得这个会是在友善职场的这个文化，怎么让大家能够共同接受？雇主可以在整个职场里面去重申，就是在这个应该说整个企业文化里面，我们就是支持家庭，也支持员工。劳动局讲，这个政策是鼓励性质，并无强制性。不过，劳工若拄到歧视，也是会当减固申诉。吴翠英讲，企业若是重视员工，就应该做这边机会培养优秀的育儿职场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提出邀请政策减上班1点钟，事实上国内已经有企业伫咧施行，为了要邀请呢，这上班时间有春秋的制度，目的就是希望讲，莫因为照顾囡仔影响到员工上班的效率，也有精神。为着让父母安心去做工课陪囡仔大汉，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3月开始推出全台湾首创的育儿减少工时试办计划，民众无同看法。我是没有享受到这个 benefit 啦，但如果说真的有同事需要，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还是很不错的。当然是会有差，可是还是要看就是公司那边的氛围，会不会让人家觉得请人有压力吧。其实早就伫蒋万安淡出在育儿减少工时试办计划进前，国内就已经有企业在做育儿有春秋的工时，亲像国内有名的电商平台，采取8点钟的工时制，中昼当时公司免钱来提供，要另外靠时间，让爸爸妈妈拢会当准时下班，降低接囡仔的时间压力。公司有这样的弹性的政策，其实对我们来说压力就会比较轻，就因为不用去赶那个时间，因为其实交通的过程你这样赶其实也很危险。8小时以内，就是所谓的朝9晚5，9点上班，5点下班，那可以准时下班去接小孩，不会因为小朋友其实都很早放学，然后你就会觉得很焦虑啊。有推行育儿有春秋的工时的，还有第一银行，互出来有还未满3岁的囝儿，也是有家庭照顾需求的同仁，会当适当来调配做工课的时间。另外，信义帮屋是提供有春秋的工时，早起7点半到10点，都会当打卡来上班，互有幼囡仔的员工较方便。这个政策还是有蛮多的一个检讨空间啦，不然的话，我们尤其是真正实务在照顾孩子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一个工作的时候，如果今天忽然抽掉了一个照顾人力，那势必也会对于整个照顾现场受到相关的一个影响。
关注儿童议题的民间团体表示讲，育儿减少工时计划虽然讲符合国际趋势，但是相关配套嘛是搁要改善，包括应该和中央来统筹，和全国的劳工拢通用，才会当避免北北基头的民众因做工课的所在和户籍无共，无法度享受这个政策的水意。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台股含涨是差不多起1点尔，收伫咧35414点。那台积电是收伫咧1995块。不过股王呢，信华早盘呢是冲到10275块，加做台股史上头一档上万块的股票。另外，台积电占台股的比重超过40%，台股较容易受到台积电股价起起落落影响。为了要解决这款的问题，台资公司和证交所推出台湾普局指数，会经公司稳定赚钱，不过成交金额和周转率无悬的股票，若摕投资人甲袂介意的，这部分佫需要观察。台股每年伫拜一开红盘了后，到拜四起的点数已经超过1000点。虽然日内台股收盘敢若小可起1点，不过也是收伫35414点。到下晡4点，成交金额佫创下大量，超过1.16兆。台积电的股价到尾啊2000块徛无在，以1995块收盘。不过股王信华伫日内的盘中，捌冲到10275块，是台股史上头一档万外块的股票。台积电最近很强，带动台股创新高。我认为短线上确实有过热的状况，因为台股的乖离率跟季线大概乖离率达到16%，那过去的经验这样的几率是相对比较低的，短线上有可能会有一些高档震荡。专家讲，台股这阵啊大起，虽然一直改写历史新高，不过乖离率嘛伫升悬，显示有伤热的现象，影响台股波动上大的股票都是宽台股台积电，因为台积电的持股日内超过51条台票，占台股总持股差不多44%。其他国家原有类似的状况，像讲南韩的3000加海力士，差不多占股市将近30%比例。美国的苹果、辉达等7大股占 S&P 500指数比例将近30%。为了改善不平衡的现象，台资公司甲证交所推出台湾普育指数，经这3年 EPS 正数拢有发鼓励，不过成交量甲周转率较书面的个股，宽档结构以团散甲中小型股，包含统一超、湾团甲和谐等。股息政策很稳定，然后甚至它的这个公司的经营的波动不会太大的。这样才符合普育嘛？普育 ETF 更像是巴菲特的价值投资型的这个概念。普育指数实施了后，就要看金融投信业是不是愿意发行追踪这个指数的 ETF， 另外是不是会使投资人投资，拢要观察。不过分析师认为，比起高成长股，伫市场修正的时阵，比起来是较袂落价。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即摆真侪病人发现腰鞘癌已经是尾期，5年的存活率敢若剩13%尔。台北病院和中央研究院研究出一款早期体检的平台，抽血检测就当发现早期腰鞘癌，准确度有90%。相关的研究也发表伫咧国际期刊，未来也有机会应用伫咧其他癌症的早期体检。腰鞘癌因为早期症状无明显，而且佫无有效的体检工具。一直拢互医界认为是上歹诊断的癌症第1名。临床的大部分病人伫确诊的时阵，拢是已经尾期啊，5年存活率只敢若13%。即马台大病院甲中央研究院做伙成功研发出高效能诊断模型 PenMate AI。更难能可贵的是，它其实可以是作为一个平台，那未来可能可以把更多不同的癌症的早期诊断的治疗跟分析，就把它纳入这个分析的平台里面，做一个共同的研发哦。这项技术用液态生检、创新整合人工智慧，甲协助强劲代谢体分析，只要摕到每一位受试者112升的血清，就能得到差不多20万的代谢信号，搁再用深度学习模型，系统性的摕到甲腰鞘癌相关的关键特征，就能知影腰鞘癌自癌症病变到早期癌症的整体代谢变化。因为胰脏的癌前病变，它有时候在影像上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现在的研究里面发现说，在胰脏癌发生之前，其实这个平台已经可以侦测到它有异常。组成了临床、基础医学还有人工智慧3方跨领域的一个合作，就是借由这个跨界的火花，我们才成就了现今的PenMate AI。胰脏癌早期侦测研究的完成。PenMate AI 的核心人工智慧架构扩张性正大，
以后除了会当应用伫咧腰足癌高风险族群的早期诊断以外，也当用伫咧其他癌症的诊断，或者是治疗疗效，抑个有后的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外岛的医疗资源较欠缺。9年前，台南市的这个医师工会成立一个钓鱼佚佗兼做医疗团队，定期招爱佚佗的这个专科医生，会当使家己的船去到偏湖的七美甲万湾去遐佚佗，也治疗当地医疗资源，而且会当甲民众来斗看诊。拜六，澎湖市卫生所中昼休困时间还未过，多人等伫门口口，等到下晡正开始，后诊区已经坐不少人，有人甚至伫半个月之前，都特别将这个时间空落来要看医生，因为今仔日有几啊个为台南来看诊的专科医生。倒位艰苦？边靠边咧袂行。哎呦，袂惊哦。骨科医师李心仁近几年来固定支援看诊。很多科别来说，我们就是有类似隐藏性的病患，他们都会过去看诊。市民卫生所是当地2000多个岛民唯一的医疗机构，所以民众他不管是一些慢性病的药物，或者一些急性症状，甚至到急重症，变成都是我们要一线处理的啦。对，这就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守护健康的地方。就2个医师365天在这里交互蹲跳嘛。所以我就跟他提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办一个那名称就用钓游并医疗。钓游并医疗计划，引带爱旅游的专科医师，因伫1月2天1暝旅程当中，看离岛的美景，享受海洋休闲活动，同时阁支援看诊，像是骨科、复健科、眼科，然后妇产科，对，这些是比较需要的，对，因为这里大概20% 以上是老人家啦，那长期有很多关节炎的患者啦，然后糖尿病患者也很多，那我们可以跟他提出，那这些医师他们就会看有没有人刚好有空，那就会过来，开着船把这群医师们带到我们的2、3级离岛来，所以我们亲美的乡亲从此就不是只有家庭医师在照顾。他的专科医师制度就出来了。钓游并医疗团队为离岛带来热心的专科医师，让离岛健康平缓进一步，更让岛民更加安心。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有一个种大粒卜仔的农民，因为这卜仔田发起街路厝边就甲剪掉，造成损失，就去告一个厝边爱赔付22万，自审法官判赔5000块，农民是真不服，专工摸一粒30多斤的卜仔去到法院要找法官订正。农民辛苦揽一粒大粒的卜仔，去到家己市的地方法院，要来向法官订正。这位农民2天前因为家己种的卜仔田去互厝边割掉，造成损失来相告，原本要求对方爱赔12万，结果2审的法官只判赔5000块，互伊是真不服。砍了3颗，算起来要100颗，100颗加上1颗30斤，刚好是3000斤。3000斤1斤我只要卖50块就好，就有15万。农民指出，伊种的这种卜仔的品种，通常拢有30斤以上，伊一张卜仔会当生30粒左右，互加掉3张，损失就超过12万。伊专工摕伊种的卜仔来，要互法官知影伊的损失，针对民众的定情，欢迎毛派代表来了解。原审判决中已经就它是斟酌常情，就超过一定重量的农产品，确实是罕见的状况。那因此，所以在判决中也已交代，它是按照一般的农产品的大小去判决上诉人所受的损失。法官讲的说，夸瓜1颗才3、4斤那么小，不是？你看我这个卜仔龟，你看超过10几倍，超过10几倍，2、3斤10几倍，应该多少了？菜单的头家讲，卜仔大部分细粒的时就会摕来食，要讲到30、40斤是真罕见。不过较侪是摕来看水的，所以计数甲细粒是无共的。农民表示，法院的政府单位有来接受伊的定情，虽然对结果无满意，不过也是会当接受。希望这种无了解民间生活的判决，未来会当愈来愈少。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事前过后，伫宜兰的大溪头城依山顶浅山地区，有真侪日军流入来，用来防守南洋边缘的军事坑道和飞行机的基堡。就研究人员甲即寡所在行透透，希望会当促进社会对即寡文化资产的重视。
要过去了。好。 头壳顶挂电器得到探险专家行入去防空洞内面。这款伫咧宜兰青山地区的防空洞是二战时阵日军留来，虽然国防部伫咧维护管理，不过真侪拢拍远去。你如果看到这种无节的钢筋，没有节，它就是日本时期的。详细介绍防空洞设施的这位是宜兰大学专案研究助理吴文涵。为了要研究这款防空洞，伊是行透透，伊定列带讲伊文史的朋友，甲一般有兴趣的民众入去探险，了解宜兰二战的历史。到第3的防线呢，这是我们浅山区的防线哈，包括有这个我们今天来看到这个额头山的南北炮堡啊，还有西南的这个小炮堡啊，他们其实就是为了护卫这个平原地区的这个飞行场。吴文涵讲，这款军事防空洞是日军迄当阵用伫咧防止美军登陆，一个机场防空伫咧使用，除了会当采警方式75mm 野炮塔，一个机枪堡保存甲正完整，会当分析了解迄当阵日军败退情况。不过要入去这款坑道无遐容易。 除了爱有专家开路、带路、探路，而且一款物件内面真侪密保甲加抓。文书工作者讲，这款文化资产拢无被环境，真可惜。当年2战时期在台湾发生过什么事？那有留下了这些军事遗址。可是我觉得到日后的话，我们可以，你把它全部都把它毁掉的话，那我们很难去告诉下一代这个土地上 发生过什么？这么宜兰二战时阵所留来军事防空洞甲基堡，只个若少数登录真济文字的身份有保存维护。吴文涵讲，真济军事防空洞离风景区真远，公部门或者是社区，若是让该活化离乡，一定会当帮助文化观光发展。记者综合报道。 人讲台顶3分钟，大卡归厝经3年出一个状元，10年才出一个小生。这文化部所认定的人间国宝，真侪拢有伫咧团教艺生。表演艺术类的这团艺中心就提供一个平台，让一寡职业的艺生和学界当中的艺生会当透过演出来磨练因的表演。对2月27日开始到10月，拢总有376场表演。那阵去到宜兰的团艺中心，就会当看到。 伫台顶彩排是排湾族的偏地表演，对2月27日开始，一直到10月份，伫传统艺术中心总共有376场接办零好戏台的表演，包含布袋戏、北管、含原住民表演等等。头一场由排湾族拍头阵，表演者讲，希望会当透过表演来传承文化，让更较侪人熟悉。排湾族的这个传统的双管口鼻笛，这个应该是我们非常珍贵的台湾的音乐啊。那我们除了带着这种欢欣的这个心情来这里做演出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传承的一个长远的计划啊。对我们台湾人来讲，这个接办零好戏台的计划，今年办第10年啊。初心是希望让艺生结婚了后，会当用表演来代替训练，累积经验。 让艺生有一个发挥的市场和舞台，嘛将传统艺术流传落去。这个活水它都一直不断的在增加，然后更多的剧种、更多的艺师、更多的艺生。那我觉得在台湾的这块土地上面，一直都看到这个传统表演艺术的精进，然后有不断的在 往前走，那这个是我们也非常开心能看得到的哦。对民国106年开始举办到今，传统艺术中心和文化部伫传统艺术人才培养计划，已经培养23个团队，73位艺生。相关的表演资讯，伫传统艺术中心的网站拢会当查到。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宜兰报道。 台北的北投呢，有一家伙仔甲100年的旧厝租落来，征收了后经营文创，还佫袂食的，透过家囡仔做导致旧厝导览，帮助地方的发展。台北市树林区的一间100年古厝，家族为婴仔举行做导致，要未来职业。对，我们恭喜雨欣。他拿的是钢笔，所以他那个文采可能也很好。 山林间一家人，所以这间100年古厝，爸爸是画家，妈妈等很多个早囝负责导览营运，当作互老厝去利用。我
我们觉得三合院传统对外开放的建筑物是非常少的。我们3个家庭成员都各自运用自己不一样的能力，去一起支撑这一个品牌。故事内底推广创意美食，找找在地食材，也是友善农作，制作传统各有卡数的餐点。一般我们在市面上吃到的是面疙瘩，那这个米疙瘩，很少听到。在米谷粉调制好之后，放进去瓦斯炉上面蒸，然后蒸，其实我告诉你们，只要3分钟。这3分钟完成这个米疙瘩，然后我们就把肉燥放上去，就可以吃饭了。你看，农夫就很辛苦，他要采一些很难的地方啊。展林前以古厝做基地，吸引游客来，佮安排附近农园参访活动，帮助地方发展。这个就是我们对于生活中的一种理想。虽然说它并不是赚钱的工具，可是，我常常跟我妈妈，因为我跟妈妈一起创业嘛，就比较常待在店里。我们常就说，我们不知道最近在忙什么，就是好像也没有赚到什么钱，可是我觉得每一天都过得很扎实、很丰富。百年老厝有一家人的梦想，更较承载地方发展的愿景，延续山区农村的美好时光。记者综合报道。比前经典赛，台湾队今仔日明仔载要和日本这帮的两银鹰也个火腿队进行交流赛。总教练张浩区表示讲，也个几位选手也未加入。目前呢，会先派这状况以及上好的选手安排上好的阵容。也来姜青龙啊，因为这手脚的问题，决定来退赛，伊会为什么人会来补呢？张浩区表示讲，人选明仔载就会公布。Team 台湾甲日前两银鹰交流赛进前，世界红卵王王正之伫帮业理事长高鼎良顶人陪伴，伫大巨蛋出现，又去唱钢群舞。早小学时某一场比赛，徛伫王正之边的相片，甲伊伫开讲。内心是蛮激动的，因为小时候，因为瓮赏就是一个蛮传奇的人物嘛。那因为前辈有这种的在场上的这种成绩，然后激励那时候还小的我，然后就可以追寻他的目标的那种感觉啊。对，所以我就觉得看到瓮赏本人，我真的觉得很开心。王正之特别去休困室为球员甲教练团加油。尾下的记者会嘛讲，大巨蛋的路程对环境提升、选手的感受拢有改变。台湾棒球的实力慢慢挖进日本，希望有真精彩的比赛，勉励大家做伙去美国。できればアメリカでの本戦に行きたいですからね。だから台湾のチームにも頑張ってもらって、できれば一緒に行きたいなとそう思ってます。透过2場交流赛，无去正式比赛情景，毋过有几多位选手还未加入。总教练詹浩区讲，以目前的状况维持上好的选手，安排上好的阵容。今年嘉明日职的西武赛林安客长报道，今仔日先发第4棒。场上对投手的应对嘛，然后什么情况该怎么打，对，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跟第几棒我觉得没什么关系。林安克讲调整愈来愈好，江坤宇嘛讲有开始进入正式比赛感觉，那是台美埃诺克的良的，因为倒手敲伤确定退赛。詹浩区讲会为随队支援的选手当中选一个替补。今天跟教练团然后去商议，然后明天那我们才会去公布替补的一个选手这样子。詹浩区讲，内外野拢会是考虑的人选，都看谁的状况准备较好。虽然两个退赛确实影响棒次甲守卫，不过比赛进前也是以上好的阵容去迎战。记者采访报道。8日就是228啊！行政院表示讲，今年会继续推动5项转型政绩教育工作，包含学校研发教材、支持各机关推动教育、改善法制等等。针对戒严时期档案，档案局也讲已经改变啦，未来会开放给大众来运用。有学者是提醒讲，部分档案内容无一定代表所有的事实，建议政府透过专业的研究，帮助社会了解真相。几年前，电影涉及血案改编引起的争议，互点甲血案受到关注。真侪民众兴帮课读台湾史。2日行政院会嘛针对实践国家专项政治教育行动纲领发表4年来的成果，包括政治受难者的名誉恢复、戒严时期政治档案开放，嘛补助学校推动专项政治教育，也针对国安局调查局等等做历史反省。行政院表示，未来也会继续深化专项政治。5项转型正义教育工作，包括由大学带动周边
的学校研发教材，辅导重点机关重新检视教育，稳定挹注资源，支持机关学校推动教育工作，友善民间运用促转基金，扩大教育推广。28特别活动，台湾教授协会嘛甲国史馆合作办讲座，除了讲28事件当中重要的历史事实，嘛讨论当权者蒋介石的责任问题。监察委员杨亮公还有邱念台他们所写的报告都是指责当时的陈仪政府贪污腐化、经济不良所造成的冲突。可是蒋介石他一方面偏听陈仪，一方面事后还袒护陈仪。国史馆指出，其实因伫2006年就有出版相关资料，最近这几年嘛，陆续有新的资料出现，嘛鼓励民众加运用。最近社会对历史讨论较真热，学者司法员嘛提醒讲，虽然档案局有甲真侪档案整理甲公开，不过档案的内容也是当时的情报资料，无一定代表所有的事实。档案的部分一定需要专业的研究结果，研究能力最强的是国史馆我个人会建议，是不是政府应该考虑让国史馆加入这个档案政治档案的研究权责机构之一。为着要落实国家转型正义教育，用历史教育含记忆等等来反省国家暴力的无正义。行政院表示，会交由教育部定出第2期的行动纲领。院长窦英台嘛希望继续透过影视、艺文才的教育文化，招民众做伙补课，理解人权和民主的重要性。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讲母语是咱的权利，不过伫咧过去，台湾的母语受过压迫。西班牙的自治区加泰隆尼亚母语同款也受到压迫过，长期进行语言复振运动。不过，即摆的少年人大部分拢是讲西班牙语啊。去年8月，加泰隆尼亚政府甲语言事务升格变做语言政策部，要来拍拼或者加泰语成做24种后面官方语言的其中一种。来看台记台伫咧西班牙的专题报道。伫西班牙巴塞隆纳的街路，会当听到过路人讲真侪种无共款的语言。不过，伫1939年至1975年之间，这是袂使公开讲加泰语的。伫胡隆哥政权独裁统治的时期，全国敢若会使讲西班牙语，语言互严格限制，加做政治权力控制社会工具。La llengua es molt important, sobretot per a una cultura minoritària o minoritzada. I a Catalunya s'ha patit al llarg de molts segles, hi ha hagut a l'estat espanyol moltes dictadures i això ha afectat molt, evidentment, a la llengua catalana. 即马巴塞隆纳的街路会当看到多元城市的面貌，咖啡厅、餐厅、地铁站，无共语言难以使用。在这款的环境，会晓讲什么款的语言，实在是因为现实的条件有需要。Que ja cada cop costa més i ja la gent jove entre ells es relaciona més en castellà que en català. Això és un problema greu. Llavors, diguem, els catalanoparlants. 儿童为国家未来主人翁。这款的情形对台湾社会来讲是不了相常。在过去威权年代，本土语言同款受到限制。在今仔日的社会，真好想象用过学生若是讲母语，就要去互挂交牌啊，嘛加做现处时本土语言真大断层。有一天老师宣布讲，袂使讲台语，不管是上课还是下课，拢袂使讲。只若讲爱罚钱，爱挂交牌啊。限制你袂使讲家己的母语，你变做一代中间的语言的迄个传承都无去啊！啊，这个语言后壁是文化嘛。为着弥补愈来愈大坑的语言断层，2014年8月，加泰隆尼亚甲因的语言事务提升做语言政策部，语言的议题嘛加做下部门的政策课题。Català té 10 milions de parlants, això és més que bona part de les llengües oficials de les institucions europees i com a ciutadans europeus estem treballant perquè la nostra llengua sigui una més d'aquestes 24 llengües oficials. 为加泰隆尼亚到台湾，看到类似的历史分野，语言变人去互政治甲权力控制，受到伤害的，称在是规个世代。爱安怎甲过去的经验甲假使记好条，莫阁行回头路，嘛正做咱社会爱面对的历史课题。记者易英忠，巴塞隆纳台北采访报道。
教育部为了要鼓励幼稚园课程加入本土语言，征求教保员设计台语丁宝语的教案。去年摕到台语特优奖的是这彰化县大溪幼稚园所规划通拖米小吹。这教保员用校园内面的通拖做主角，设计台语绘本，让囡仔伫咧大自然当中会当自然讲台语。通拖米小吹，到底你是遐有偌济？幼儿园老师用生活中囡仔会当看到的通拖做主角，设计台语的道具，让囡仔会当伫咧生活中自然讲台语。画这本台语绘本的是彰化县大溪幼儿园的教保员柯玉山，伊这本通拖米小吹台语绘本，也摕到去年教育部本土语课程资源评选的台语特优奖。因为阮住较庄脚，所以囡仔伫生活当中常常看到遮真侪通拖，囡仔看到因时阵就有兴趣，想要掠转来耍。阮希望伊会使好好听小遮的通拖。柯玉山讲，伫咧彰化地区，真侪阿公阿嬷拢是用台语交流，所以囡仔基本上是听有台语的。现在需要做的是鼓励因讲台语，除了家己画台语绘本做教材，也伫咧课程中设计台语游戏，让囡仔自然讲台语。几只？教育部对111年开始推动本土语教保活动课程教学资源评选的计划，鼓励幼儿园甲台语、客语和关注民语自然加入日常的教学，征求教保员以个人或者是组队报名参加。那幼儿园它就不像是国中小，它有那种既定的课程，它本来就是老师自行在发展。那所以我们当时要去设计这些教案，就是希望能够放在网络上，那老师可以自由。他可以去下载来去做个运用。教育部提起今年本土语教学资源评选的计划已经开始啊，报名的时间为期1个月到3月底结束。教保员会当以囡仔歌、绘本、漫画或者是教案的作品来报名参加，还有机会得到奖金。希望鼓励幼儿园的老师替囡仔打造趣味的本土语言环境。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古巴面对美国川普政府的制裁含石油禁运，已经呛讲无要搁再忍受。伫咧当地时间2号，伫咧古巴北边的离岛范尼康岛外海，一架美国佛州注册快艇去互这古巴的海防部队砸落来，双方搁再发生战争。根据着这古巴官方的消息，快艇顶头有10个人，4个人死亡，6个人受伤，互抓起来。那美国政府表示讲，这10个人和美国政府是无关系。也会调查案情。相片内面编号 FL7726SH 的船只，就是这摆事件内面，互古巴海防部队砸落来快艇。古巴驻美大使馆公开声明指出讲，海防部队驶船准备要去盘查的时阵，已经入侵古巴领海的快艇人员，先对古巴的船只开火，造成古巴巡逻艇的人员受伤。另外，古巴伫反击的过程中，拢总是大死4个人，而且甲另外6个人大受伤。Con matrícula de Florida, FL7726SH, transportaba 10 personas armadas que, según declaraciones preliminares de los detenidos, tenían intenciones de realizar una infiltración con fines terroristas. Se ocuparon fusiles de asalto, armas cortas, artefactos explosivos de construcción artesanal, cócteles Molotov, chalecos antibalas, mirillas telescópicas y uniformes de camuflaje. 而且古巴的官方媒体佮公开互逮捕的6个人的全名。A Mijail Sánchez González, Leordán Enrique Cruz Gómez, Conrado Galindo Sariol, José Manuel Rodríguez Castelló, Cristian Ernesto Acosta Guevara y Roberto Ascorra Consuegra。代志发生的地点是伫古巴北边的离岛法尔孔岛，当地离有真侪古巴的难民和移民的迈阿密，敢若260公里左右。外电报道指出讲，古巴另外搁伫饭店逮捕第7个嫌犯，而且讲是嫌犯已经承认宣告，才安排刷落来10个人以快艇登陆的方式入来古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这讲，这10个人并不是美国政府请的，这个事件和华府当局无关系。We have our embassy on the ground in Havana working this as we speak, asking for access to the people that were on those vessels, if they were American citizens or permanent residents. The majority of the facts being publicly reported are those by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Cubans.
We will verify that independently. 另外，佛罗里达州的检察长阿斯米尔指出讲，无法度相信古巴政府的讲法，而且下令福州的检方和执法单位另外做独立调查，而且佫呛声讲一定会互古巴共产政权对这来负责。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8度到20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8度到26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0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9度到28度。平金马马祖对14度到25度。一个未来3天的天气。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